今天都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平安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表演，每一个见证都是在诉说神对我们的爱。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，他是赐平安的神。祝福大家在2021年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平安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。神所赐的意念。我们真的希望每天都很平安。我们希望不仅2020年我们所经历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感恩，我们更希望2021年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国家，包括我们这个世界都很平安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啊。那这平安从哪里来呢？我
哦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上帝知道世人真的需要平安，所以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差遣到这世上。在前2天平安夜的时候，原来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，平安夜的时候，天使就这样的传达说，来报好消息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哦，上帝喜悦我们，上帝喜悦我们，知道我们需要，知道让我们能够去认识耶稣，就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。也在这里，我们也祈求，在我们的四周围，有人可能内心当中有些挂虑，不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，还包括家庭所面对的事情，还包括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所遇到的挑战。透过今天晚上，我们有听到3位他们的见证，我们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生命的问题，但是在耶稣里面却能翻转每个人的生命，并且在教会有一群好朋友无论在小组、在团契、在教会里面，可以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来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。我相信耶稣的平安，他要给我们，因为主耶稣他应许，他要将平安留给我们，他要将平安赐给我们。世界上大家很多需要平安，各种方法要寻求平安，但是耶稣说，在他里面就有平安。所以好不好？我这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做了也蛮久了，对不对但是今天很丰盛，对不对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大家一起在这里，大家也一起很棒为什么？我们都遵守防疫的规定大家都戴着口罩。我们跟旁边讲说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我们一起努力不仅棒，我们要一起努力来得着主所赐的平安，也要这样把我们内心当中所领受这样的平安，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朋友分享，让2021年有平安、有盼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平安的君王，你将平安留给我们，你将平安给所有的人。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，只要我们愿意说，主耶稣，我们要领受，我们要相信你，你就将那平安赐给我们，因为这是从天父上帝、至高的上帝所要给世上的人的应许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领受了在2020年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，包括我们在求学上面各式各样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内心当中有跟主耶稣你求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将那个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跨虑，也让我们重新得着盼望，得着力量，得着站起来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内心当中还有一些的焦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随时向你支取，让我们借着祷告从你来领受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平安，并且我们也相信在2021年我们的前面的道路，主你必定也引导我们，因为你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让我们在你里面也能够得着那盼望，将这盼望跟我们四周围更多人来分享的时候，他们也愿意来渴慕来认识你。也求你来祝福，包括我们大园这个地区有许多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我们今天本来要邀请的这些的李干事，还有在守护我们健康的药局的朋友们，他们兢兢业业在岗位上的努力，求主来纪念，求主来祝福，并且还有我们四周围还有很多我们值得感谢的人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愿意非常敞开心门的向他献上说一声谢谢你，因为
有你有我，我们一起来努力的时候，主耶稣你就守护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，得着这样的健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相信新的一年，再过几天就要跨年，我们也要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，也祝福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社会能够有主你的看顾，让我们的无论是市政府或者执政的政府的团队，他们都能够有主你所赐给他们智慧，能够有把这个疫苗发展出来，让我们的健康都得到一层的保护。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台湾，也带领全世界。我们这样献上感谢，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平安喜乐，也回到家里面，将你所赐给的这盼望进入梦中，进入明天我们要在主日礼拜里面当中，我们也要敬拜你，也要颂赞你。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平安喜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